人生，我真是无法度通我胜过白衣同志，要气死我！命命要气死我！才可以无关呢？我以为若是无遇到，你昨暗又搁摆伫白衣同志的手下时。人生天下第一劫，竟然咧摆得到这么清楚！你为什么无我死？要我受这么大的痛苦甲折磨？伊是自卑为怀，你应该感谢伊才对啊！我宁愿死也受辱。同志，并无啥物亲受代刑，伊嘛知影讲你是被逼，所以才会做你无愿意做的代志。伊并毋是有意要侮辱你。你爱，你当然嘛讲伊的话。我一定要连成对阮七绝，害死白衣同志。看你安怎爱，也无路用。可是，你若将伊杀死，你也得袂着我。我都已经将生死递至到，你若要杀，你就杀嘛。我得袂着你，你也免想要得着伊。我一定要连成七绝，害死白衣同志。伊若死，你爱我甲无爱我，拢无所谓。我这个接饭桶的哦，都免经过大脑去想啊。后这恁这巧讲啥物想遐久啦？迄白衣同志甲小王爷根本就无共一个人。我较安怎想？因两个是无共一个人无遇到，是讲，迄个面才亲像，而且声音嘛真共款啊！啊，安尼我知影，因两个哦一定是双生仔囝。啊若无吼，就是因老爸去对着因老母，还是因老母去对着因老母。黑白讲，无可能啦！迄小王爷伊是一个王亲呢，啊因老爸是九王爷，伊是皇帝大兄哦。假使因两个若是双生仔囝，嘛无可能讲放一个伫外口咧做钦冤啊。若照早暗的情形甲看，因两个是阁无相干的啦。嘿，对，一个伫野外，甲迄个一房的梅俊生安尼拼命无，啊，一个是安尼看着梅俊生行到要死米咧倒啊骹，对这点来看来，会用证明讲白衣同志毋是小王爷。对，因两个人的个性吼，敢若一个天一个地，吼，迄相差太远咧啦。白衣同志为人正直，小王爷行为轻浮，而且看到查某囡仔，哦，所以毋知看到查某囡仔就要共人欺人，一只敢若袂出猪哥咧哦。猪哥，白姑娘，恁兜是有饲猪是？啊，对啦，啊，白姑娘因兜哦，啊，一只猪母尔，啊，欠一只猪哥来看。啊对，小王爷，啊你是毋是吼会用替白姑娘因兜迄只猪母哦，啊解决一个较困难的？放肆！保证你对小王爷无礼。无诶，无要紧，你互伊尽管去讲，会当替百民解决一个难题。无论讲大小的代志，只要本王也做会当到，这有啥物不可呢？无咯，小王爷，伊是咧讲你哦。好了，莫讲，我要甲白姑娘两个谈一件代志，恁两个甲我替下。是。恁两个还阁毋走？哈，阮两个也都搁摕去。我哪爱走？无啦，我倒遮。白姑娘啊，
我知影你心肝内是伫咧想，你伫咧想讲，像我这个小王爷是一个戆的人对。本王其实哪有戆啊？本王嘛知影讲你心肝内偷偷伫咧骂我，对无？我伫骂你，骂我是猪哥，对毋对啊？真厉害，姑娘实在好口才，秀气的模样，水真可爱，分不将你抱在怀。嘿嘿嘿。小爷，公爷请你爱注重，去调戏人女最难用。有爱的姑娘我难相，我情付出金好娇容。抓着了吼！放手，相爷，哪安尼？相爷，我有甲你讲过啊，当我的心肝早就迄尾有第一同主，你莫阁对我安尼纠缠好无？哼，当一个小王爷，不如迄个钦犯啦。也是袂用勉强的啊。好，你若是唔答应，我立刻派人掠第一同主，将伊处死。当伊昨才救你的性命，小王爷，敢讲你会是一个忘恩背义的人？假使你若违背良心，将白衣同主杀死，我甘愿缀来去死。这有啥物通好笑？那当然好笑咯。我笑你真纯情，嘛笑我家己无去爱唔着人啊。不管你搁用啥物手腕，用啥物计划，我袂去爱你。不管我是安怎的，我永远都袂死心。我一定要等有一天得到你。哈哈哈！陆冠，咱过去的情分，敢正是为着一个白衣同主，你都拢甲伊放袂记？燕兄，请你原谅我，感情是无法度通好勉强。你我，敢正是拢无感情存在？你我自细相处，到中代，我处处为你啊来
我努力的甲你来无缘分，我宁愿的终生啊不相分。燕兄，恐惊的，咱才是会无缘分。好，既然你坚持安尼讲，我就来找伊白衣童子挑战。燕兄，我要甲伊做一个生死的决斗。袂用的，你毋是伊的对手啊！我该了解我的力量，我是要来借伊的手自杀。燕兄，失去了你，我就失去了我踮这个世间的力量。我不如就死在白衣童子的手中。你要以死来惩罚我？我要你一世人踮在迄个自责中来过日。你囝严交出邱无兰，严杀死狄如兰，伊是存心要害我心。李大人，我的家里俊生最近毋知受到啥物款的刺激，个性大变，已经无要听我的话啊！伊对你这么友好，你应该就爱甲伊逼，一直甲逼，一直甲逼。小王爷，伊若找到邱无兰，我就爱死啊！你知？而且最严重啊，就是白衣童子又出现啊！你知唔知？想袂到，你个消息也真哩真灵通。我一向是来无勇气无踪的人，想袂到连我行踪的消息，你也已经明白了。你唔免惊，我甲你无冤无仇，我袂杀你。只是你猜中着我的行踪，我要甲你留一个做纪念。咱若搁再见面，真有可能你就爱无。童子，应该你爱明白我的来意才对。叫你的囝将邱无兰甲我搞出来，若是无，后果就我的残忍。在下一向一定纠正，限你3天内若无交出邱无兰，我就要治你这个囝的命根，连你这回龙道我也要给灭掉。决心要连胜一转，淘汰死白衣童子。趁你即马连家训练无我的时阵，我就爱利用这个机会逃走。你免想要走，哼！我是唔甘心规日甲你绑条条，互你一个啊自由行动。你竟然也想要走，你绝对走袂去了。搁无偌久，
我的追魂七绝就会当练习。迄个时阵，我若杀死白衣公主，我就真真正正成为天下无敌。可是你若是为着我要来杀死白衣公主，那呢，我答应过了。只要你莫杀，我就会当答应你的要求。你若杀死，得袂着我；你若莫杀，我就甲你成亲。毋只干那为着你，也阁有我一干之仇。当初伊会当将你杀死，也毋过伊却手下留情，只互你一个警告。伫咱相处这段时间，我发现你并毋是一个无讲道理的人。是安怎伊会当撩你，你就袂当撩伊咧？你并无爱我，你为着爱，甘愿为牺牲。我早就讲过，不管你有愿意也无愿意，我绝对要得到你。我无要接受任何条件。你总爱互我牺牲有一个价值啊！我若接受你的条件，我会感觉我太可悲，我会气魄复杂，我会做出一道义，我要连成七绝，杀死白衣公主。我问你，你敢有真心伫咧爱我？问你真好，我问你，你答应要嫁我？你敢当是有爱我才要嫁我心？为着伊，你甘愿答应？我若将伊杀死，伫失去你，我绝对袂后悔。李大人，我这个朋友，每一个人拢是武林中的高手。若讲要对付白衣公主，才毋是伊的对手；也若讲要对付小王爷，易如反掌。恁下后必定爱将小王爷甲抓转来。英暗伊一定会采取行动。小王爷，顶一摆咱的计划完全叫白姑娘来破坏，要这一摆，白姑娘，伊是可以中义上座咱明的怪。这一摆因请来拢是武林的高手，就是白姑娘要帮助以武林为乐啊。小王爷淡定，因英暗会来。因一定来伫门口靠咯。小王爷伫遮。咱伫个飞龙洞已经见过面啊。你是？伊迄个头壳爷甲你做一个好纪念，敢也袂记我是啥物人？你白衣公主，我打！